上周黃金市場經歷劇烈波動，金價周初錄得逾10年來最大單日跌幅，最終按周下挫3.3%。這唔單止終止了黃金連續9星期上升的紀錄，更為投資者敲響了警鐘，預示着市場可能進入新的階段。自1971年金本位制度終結以來，金價僅出現過4次9連升的情況，足見其罕見性。深入分析過去3次紀錄，我哋可以發現金價在連升告終後，隨後1周至1年期間全數錄得跌幅，平均跌幅介乎9.6%至16.4%。尤其在首10個星期內，跌勢往往反覆擴大，期間金價下跌的比例高達100%。換言之，從歷史統計推論，金價在結束前周罕見的9連升後，未來1至2個月內出現反覆回調與整固的機會相當高。這對黃金投資者而言，是重新評估持倉、調整風險敞口的關鍵時刻，需警惕短期內可能出現的下行壓力。That's all for today's update. Thanks for watching. Don't forget to like, subscribe, and hit the notification bell for more in-depth market analysis. See you next time.